好来，乡亲啊，来看这个影片，高阶的警官参加宗教活动，包括警官、消防、海巡署的人员，穿着制服，对着音乐跳佛舞、唱佛语。这个影片一个流出来，引发着议论，讲警官安尼做无适当。警政署是来回应讲，这毋是商业的活动，并无违反规定。但是穿制服来参加宗教活动，应该是较谨慎类才好。也毋过嘛有人讲，这民主社会有信仰宗教的自由，敢有必要安尼甲警察来挑起咧？警官穿制服咧跳舞，敢是以为咧看啥物酷手宣导片咧？毋是，是警消大集合做伙参加宗教活动。这是主祭新店净书堂17所举办的岁末感恩活动，3000人跳这个佛舞，佮顶礼膜拜，又佮是下跪祝祷。庄严的气氛中，佮有淡薄好笑。这内面有警官、有消防、嘛有海巡署海关，只是每一个拢穿制服、唱佛经、跳佛舞，恐惊引发观感无好。这个影片引发外界讨论，警消穿制服参加宗教活动，敢有违反规定？警台回应，尊重警员个人宗教信仰，无违反警察制服条例。但是警察制服是国家公权力的展现，参与类似活动也是爱谨慎。高这嘛，互人看到警消伫境外另外一面。